今年花莲的大地震甲风台霜冻影响台东县的观光。今年顶半年饭店平均逐工是拢无50满。即卖有58间台东的这观光业者是联合推出新资源，要来救观光。 58间观光业者为着刺激乐家的台东观光景气，初5早起联合宣布，即马起到年底推出类消费券的升级券，并加费50至1000不等的拍折优惠券，到年底进前无限时间、无限次数，拢会当伫台东县合作的店家使用。我们预估这一次到今年的年底，店家总共提供出来的优惠会达到3000万。 即摆上特别的，有一间加油站也提供每公升现金减1块的优惠，也有国内有名的旅游网也推出一人北东线机加酒无到4000的优惠，要去因为游客到台东旅游。利润虽然薄一点，但是可以带动台东这边来的人潮。4人一次，一个人3999，再去折250一个人，所以只要不到3700的价格就可以参与这次一个机加酒的活动。可以开放更多优惠，让我们民众享乐是最好的。台东县观光协会强调，各店家优惠拍折无同，也毋过会以上有利游客方式计算回归。即马小来也阁有2礼拜的热气球节会当吸引人气，也毋过到后半年就真无乐观。业者推出自救的优惠，也希望政府会当增加。官方强调，后半年已经规划各种大型活动，会加强行销，也甲业者共同推广，同齐提振台东县的观光景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